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针对东南水泥拆高塔刷底歹高压电塔以外，高雄市警管署去现场会勘，发现可能是手上偷食部无照计划所定。今日本土有160例，境外244例，其中桃园跳舞老师群聚案，基因定数确定和桃园大潭电厂相同。去比世界倒球赛的林昀儒回国，到地刷验出阳性，指挥中心讲伊无镜头，当时阴性、阳性变来变去期间。今仔日本土病例又搁超过100例，来到160例，带病入境要244例。其中桃园的跳舞老师群聚案，基因定数是确定和桃园的大潭电厂相同，两案可能有关联。另外，国内也出现头一个 X1的变种，病毒量是真悬，毋过无镜头。指挥中心讲，这个变种的资料是真少，会安怎变化，搁要观察。详细喷消毒水，因为每个所在拢可能暗藏病毒。高雄市七日增加9例确诊个案，有1检所工作人员伫例行采检发现确诊，也有4个人分别去过花东甲阿里山旅游了后检验，真侪个案牵涉外地移动。市长陈其迈也建议清明节暂缓进塔祭拜。南北的移动在春假的期间是非常的频繁，那尤其是扫墓，基于防疫的风险，我们建议那这个要进入塔位这个部分先暂停。清明连假第一天，不止境外移入有244例，本土也连日冲破3位数，增加160例，双双创下今年一天确诊新高。其中基隆小吃店群聚增加上济42例，三峡亲友群聚17例，中和公府群聚10例，桃园电商工作室增加10例，大部分是囡仔。台中食喜酒相关7例，指挥中心排除甲基隆个案有关联。另外，花莲主治病院、桃园舞蹈老师等群聚，也拢各有难产的个案。舞蹈老师或舞蹈教师的这个群聚定序结果是已经出来那它的序列跟我们目前这个大潭电厂的序列是完全相同的可能有这个没有被发现的这个个案有互相导致交互就是有这个序列传播过去，不过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目前还难论定。那清明假期本土继续超过100例，连假过后防疫是毋是阁升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无准备走向加强，按过面对确诊人数欠悬，指挥中心按算伫上北基隆甲桃园中溪专责病房，阁放应对轻症的分流措施，确保医疗量能。无症状轻症确诊。且年龄65岁以下、生活可以自理者，均已收治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或加强版的防疫旅馆，可以允许以2人1室收治。那以前我们是限家人同住或同行者，现在我们不限。即马国外出现的上新中组变异株 X1 是 Omicron BA.1 甲 BA.2 的混合体，也伫台湾出现影者。指挥中心证实，进前境外移入有验出一个个案属于无症状患者，目前国际资料也无够，传播率、重症率依然爱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基隆今仔日加42例，小吃店的群聚就占7例，这案已经有157个人染病啊。另外，因为继续有警员确诊，基隆市警察局所有人也要伫拜一做 PCR。要若新北阁加52例，市长侯友宜表示，双北和基隆距离才近着，一定爱同齐做好防疫。伊也要求中央得爱讲好清楚，到底是要和病毒做伙生存，或者是列出所有的病例。基隆的疫情一直拖，初二新增加42例确诊，其中甲小吃店互相烧的案件有关的有7个人，总计有157人去画着。警方另外是新增加4个人画着，拢是食饭了后阴性出确诊者。对此，基隆市警察局初时安排所有人进行全面性 PCR 采检。另外，伫基隆要试办的类似普遍的检查，什么时阵才实施？那全国也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每一个的执行的细节都要被很仔细的一个确认，然后确认它是可以被执行无误的。另外，新北市初二52例确诊，全国上最确诊者去过所在有秀潭影城，也有新店IKEA、捷运板南线等。另外，中和相关新增加7个人确诊，3间某一间国小老师因为厝内底人团入去画着，造成3校2个老师、12名学生，总共18人确诊，这阵扩大报列535人。其余的老师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因为教的学校有3个学校也教的相关的社团团队，再加上因为
花很多的班级，所以确诊数目前是18个。由新北连续2天确诊数目是全台湾上多。侯友宜表示，新北瓦郡归人台北，爱斗阵做好防疫。对着中央采取开放边境、兼顾经济，侯友宜要求中央讲清楚，甲病毒是共存也是清零。显然，如果用去年的大家努力的一个做法的方向，其实赶不上整个病毒的速度，所以我们中央一定要很清楚，你到底要采取病毒共存、清零。23979哈，在大同区哈，有一位小于10岁的这个确诊者呢，那他是在我们大同区的某国小哈，这个就学幼儿园就学。那目前我们也跟学校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疫情处理。台北市初二新增加18例本土确诊，以艋舺区4例上多，确诊者去过所在有了后夜市啊、西门町信义区、捷运南线、台北车站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水利这间红门头公司昨日拆高塔的时阵，高塔向倒落来，地歹电塔影响到高铁的电力。高雄市建管处今仔日透早也去到现场来会勘，确认这个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毛工程的厂商偷食部无照计划分阶段拆掉，恐惊得要互动发，和案情有关系的人也去到桥仔头的地检署来说明。工地负责人甲吊车司机接到通知，七日中昼主动到案说明，因是担任红门头厂重大工案事故现场工作人员，由警方做笔录调查事故原因，甲责任后，移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施作的方法工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是有违反规定或者施作没有按计划来进行涉及到公共危险罪的部分会移送法办。当然，红头工厂初一下晡拆红头高塔时阵，因为高塔向青瓜倒落去，影响电线甲高压电塔，影响高铁左营站供电，和高铁连架疏运有够乱。高市建管处找技术工会到现场会勘，发现包厢根本无照提赔时间计划分段拆除，是用一次性倾倒工法，也无做防护措施。就好像我们在砍树一样。它就是倾倒之后，在后续再慢慢的去针对结构体的部分，慢慢去做咬碎、碎裂，再去运出去。当然时程上是可以缩短很多，但是当然相对应的风险也很高。几道去进前，卫民员发现包厢无清空内底机具，互重心无稳，敢若靠一条钢索根本无法度将2000吨以上关塔流向有顶倒去的方向，最后关塔往反方向倒去，造成重大事故。和市长陈其迈去甲讲要告到底，也只是各局处对工厂甲包厢其他的工地做专案稽查。那初步我们也查核到，那还是有一些违规。这个工地被查出有真侪问题，其中政府工地无申报就开工，按照工地是无设上下设备，两个所在拢被命令停工。另外，针对事故本身，工务局、环保局甲劳工局也分别对申请人、拆除人、建筑师甲包厢总共重罚607万。因为事故佫牵涉公共危险，但检方调查清楚了后，承担工程人或者是监工人员，恐惊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9万块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水泥施工弄歹电塔，地属高铁的电路歹去，双铁停驶超过12万人受到影响。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回示咧，也讲将应变的方式确实爱去检讨。另外，台南市府昨夜派卡手来指挥交通，市长王伟德讲，这寡成本因也要向东南水泥来讨。那我们第一天要返家的民众，在车站造成的不便，我这边表示非常的抱歉。这次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到高公局巡视，针对前一暗东南暗头施工地下台电电塔和高铁停驶代替配合断电，以指出影响高铁11.4万代替1.2万旅客行程。前列车一定在暗时恢复营运。暗过高铁台南站甲高雄站客满地车旅客已经为车站疏运爱检讨，因为两站派出300台专接车，煞出现有车无法度进站的问题。在车站的外围，塞成一团进不来，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可以检讨，就是说以后有类似的状况，应该它上车的地点要更大的分散。
前一天尾暗仔开始，台南客满旅客，一直到暗时10点过后才慢慢消化，收运时间6点钟。迄时阵，台南市政府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出动警力指挥交通。交通局甲高铁公司资源转接，这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行政成本，市长黄伟哲要对东南暗头工厂求偿到底。在施工居然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规划，那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因此呢，所衍生的一些成本，我们都应该要跟他们来求偿。针对这意外，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工地警觉性无够，财损也未估算，暗过也求偿到底。若高铁边时间意外，竟然造成高铁停驶，后续敢有加强防灾机制？王部长指出，东南暗头工厂离高铁还有一段距离，暗可中途高塔有9层楼悬，倒去才影响高铁，实在是意外。这个算是一个意外了哈。尔后在民间在施工的时候，任何可能都要考虑哈，了解说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哈，那个警觉性更高一点。另外，旅客权益高铁表示，这摆事件不是高铁公司的责任甲天灾理由，啊，不过考虑旅客受到真大影响，就算坐专接车，旅客一年来依然应申请退行，无坐还区间的票价。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本土疫情长滚假，不过绿岛小琉球也是出现大阵要去佚佗的人，而且也有人登去台东、屏东来陪望。国道方面，伫连假头一日，有部分落南的路段是真塞。不过高公局是讲，明仔载落南的车油罐是真济哦，建议若要出门，得要伫透早6点进前，或者是过道了后，交通才会较顺。真侪游客为客轮落船，绿岛南寮渔港闹热滚滚，因为海上灯湖船班开放，连假第一天早起，原本客满，屏东东港码头影响是客甲10桶桶拢是人，一家大细准备坐船去小琉球。大部分的民众拢承认，烦恼疫情变严重，不过还是决定出来，表示会做好防护，生活还是爱过。我们都打疫苗了，所以就是尽量做好口罩戴好，然后喷酒精、勤洗手，就也只能这样啊。对啊，生活还是要过啊。准备坐船的民众排甲长落小琉球伫清明假期订房接近客满，无受疫情影响，交通船业者也加开班次来应应。会不断的以海上捷运的方式来就不断的加班。台东第11线早起也出现车潮，警方伫路口交通管制，车况还算顺利。屏东枋寮第1线甲第17线交汇所在，早起9点车流量就超过2800台，警方提早启动调拨车道。在国道方面，连假第一天部分路南路段时速无到40公里，来到红色车是有够多，部分路段甚至止步。不过连假第2天也以路南车流为主。国一南向杨梅到新竹，国3南向土城到关西呢，这2个路段在早上9点到12点前，这时候都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形。高公局提醒用路人车衫若想要避免塞车，西部国道路南建议早起6点以前，或者是中昼过后才去出门。国道5号上好伫早起5点进前，下晡5点以后才出发，延伸到该行其他替代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即摆风声讲，罗西亚挖进乌克兰的城市贝尔格罗，受到乌克兰直升机的空袭，引发火灾，这也可能为未来的谈判加添变数。另外，罗西亚讲要减少伫基辅四边的军事活动，即摆有话称起着讲，攻占当地罗西亚军队已经隆重撤走。设伫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麦克萨尔科技公司运用商业卫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双方这摆激烈交战的安托诺夫机场，翕到机场的厂房，也有停机坪，等等这所在，并且比对3月21到3月31 2天的影像，结果会使清楚看到，原本排列真整齐的车队甲临时的营房，即阵已经消失无看咯。俄罗斯进行提出减少基辅周边的军事行动，强调这是为了让新一轮的和谈营造正面的气氛。也毋过乌克兰甲背后支持的欧美国家议员讲，俄军只是转移阵地，随时准备搁再发动攻击。The aim is to deprive the Kiev regime from capacity to present any threat to Russia, and this capacity has been built and strengthened
for many year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O countries who wanted to make anti-Russia out of our neighboring and fraternal country. 另外，第俄军撤离了无偌久，就传说俄罗斯瓦军乌克兰边界小城市贝尔格罗疑似遭到乌克兰直升机的空袭，造成队友遭爆炸导火。对此，乌克兰官方一方面强调，任何攻击俄军的行为拢是正当的自卫；另外一方面佫讲，空袭就有设施甲乌克兰是无关系。I can neither confirm nor reject the claim that Ukraine was involved in this, simply because I do not possess all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俄罗斯甲乌克兰两个外交部长拢伫访问与会国家。俄罗斯想要求印度，希望在欧美战略贸易甲金融方式之下找出突破点。乌克兰是甲相反反俄罗斯的波兰，会想安怎阻断俄罗斯的外交途径。广西新闻徐嘉玲编译。代替德鲁古败马的事故，今仔日就是发生满一冬啊！透早9:28分，也就是意外发生的时间，全台湾的列车拢单车离30秒，家属要去现场致哀，气氛是互人真艰苦。代替也伫台北车头办追思会，行政院长苏贞昌，佮有交通部长王国材也拢到场致意。早起9:28分，列驶的列车发出催泪声，因为这是代替泰鲁高火列车事故发生的时间。事故1周年这一天，代替总动员，全线列车无分地点车长，时间一到，催泪声响30秒，用声音来悼念顺捷司机员甲罹难的旅客。有联想到那个事件，然后大家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是左看右看，然后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其实那时候感觉，包括我在内是有点紧张的，感到也很伤心啦。那希望就是以后的事故就可以避免掉这样子，因为大家真的都是一条很宝贵的生命。催泪声响起，每一秒听起来拢真震动，因为这事故带走49条性命，造成严重死伤。未少罹难者家属重回事故地点，炸火来悼念。点7目屎，罹难者家属到追悼现场，伫事发地等待，也唤起伤心的记忆，甲亲人也无法度转来听。不止伫花莲的总统现场举行追悼会，4月初2暗时7点，在台北车站南广场举办感恩追思会。这时阵，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拢会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儿童节特别到啊，民间的基金会参百货店合作办二手的旗啊，互囡仔家己准备无咧耍的佚佗物，或者是穿过衫摕出来卖甲交换。希望会当教育囡仔环保的观念，佮有珍惜物件的态度。不论是佚佗物还是衫裤，全拢俗俗啊卖。连续假期在新竹所举办的囡仔二手市啊，互囡仔现场拍卖无咧使用的物件。带囡仔来现场参加活动的爸爸妈妈，感觉特别有意义。小朋友就是东西要珍惜，我们把东西保护得很好，然后交给下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还会很开心的说：“哇，姐姐、哥哥、姐姐东西都保存得很完整。”有些东西我不要让别人可能会需要。希望孩子有一个习物的观念，可以透过儿童节来把自己所喜欢的物品，虽然平常可能没有用到，或者分享出去，让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以有更环保，然后懂得分享，懂得把爱传递出去。除了二手市集以外，各囡仔将家己画的图经过拍卖做公益，过一个无同款的儿童节。把这个画作拿来做义卖，那义卖的所得呢，都会捐出来做公益。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的手、小朋友的笔跟小朋友的眼睛来呈现、来表达，不打小孩子的世界，会让小朋友更幸福快乐。主办单位希望互囡仔会使知影，平常时爱珍惜身躯边的物件。透过活动，互物件会使搁再循环利用，爱惜地球资源。记者陈君豪新竹报道。这回来关心明仔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3度到17度。
南部地区是14度到21度，东部地区是15度到21度，外岛地区是13度到19度。接下来，有未来3天的气象。真侪少年家捌一时行歹路入去关护所，虽望改过自新，毋过找头路煞真艰难。台北有一间咖啡厅，就请即寡少年家，互因会使顺利转去社会。下暗7点半，咱做伙看青春咱的帮，带你来看浪子回头金不换，即寡少年家重新出发的故事。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